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目前全世界患着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4000万人。当各国封城隔离，采用远距离教学的时阵，有一群囡仔无册通读，而且父母失业，无法度维持生活，甚至这个防疫的措施嘛无，随时拢有患着病毒的风险。国际儿童组织的调查发现，疫情之前，生活伫贫困家庭的囡仔有5.806万个，疫情了后增加9000万，来到1.1700万的儿童。这个贫困的儿童生活拢非常的艰难，因的需求外界敢有听到咧？咱摕到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非洲南部的史瓦蒂尼，甲东南亚的菲律宾，当地社工第一线传转来台湾的画面。这画面虽然不是真专业，但是真实来呈现着弱势家庭特别无饭通食、家囡仔失学的困境。咱就来看台湾的社工安怎透过跨国的连线来进行一场抢救贫童的战役。封城期间，所以所有家庭他们的经济收入等于是完全终止。小孩子要吃什么？如果你不帮他，他面临的就是生存的问题。对社工莫尼凯卡波来到菲律宾马尼拉曼达旅游市的首航。上面教室拢是人，2020年6月7日，学校附近的 Addition Hills 平民社区回收处，将近4000人无家可归，学校被征收做临时安置所。为厝内抢救出来衫裤，用纸箱啊缀咧，倒伫涂骹咧整理，真侪人无挂喙安，无度维持社交距离。因为当时菲律宾已经有21800多人，因为 COVID-19 新冠病毒引起肺炎，无形的生命威胁伫身躯边啊，因连自主的防护拢无度兼顾。因为伫眼前上需要解决的是因需要食饭，爱活落去。因为封城无公共运输，社工莫妮卡逐天骑1点钟到Addition Hills发送急难的物资。Hindi na kami makakilos sa ano sa yung mga anak na isama sana kami nag-aanak mo, wala, stuck na sa bahay. Ito na lang tayong paraan para kami makaraos sa pang-araw-araw. 因为大地菜市啊卖海产，这是自家发7人唯一的收入。疫情发生后，生意有够歹，因为大要安怎较好？就是会很烦恼啦，我们每次在联系的时候，都会跟我们说他们现在储粮剩下多少，他没有钱，他就必须去借钱，他就会到处去借钱，就是确保说家里是有得吃的。开始是台湾社福单位的驻外代表，伫封城前，伊决定留来拍这场战争。因摕到当地政府的通行许可证，开始分送物资。因为疫情的恐怖，唔能威胁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前后2个半月封城，伴随而来是失业失学，造成犯罪率、自杀率升悬。各地政府伫无度全面准备好的情形下，宣布10月7日开学，全部采取远距离教学的模式。一开始其实学校老师那边是恐慌大于面对要怎么去布置他们后续远端教学的这些设备。过程中老师他们也会很焦虑，说，很多孩子其实家里并没有这所谓的远距教学的设备。268 sponsored children enrolled. We also need smartphones or tablets. 很多人就只有家里。就只有一台手机，那他也没有什么笔记型电脑或者是桌垫。当然，他会希望说我们提供笔电或是平板，但是这不太可能啊，因为我们1000多个辅助童，评估之下还是以辅助教材帮忙他印制辅助教材为主。教学物资为马尼拉1回2点钟转送到南边的4亚高这个岛，只有300外囡仔已经3个月无读册啊。老师来到庄仔头囡仔厝内，一条放碗盘的桌啊，就是因写功课的所在。四边的图片拢无挂物件，囡仔头一摆看到平板电脑，有淡薄紧张，不满意。孩子的数量大过于平板的数量，所以可能就是早上这个孩子用完之后换下午这个孩子使用。Okay, go.
Number 1. Ay, sige, mag-sketch ka.囡仔摕到学校因的教材了后，开始规日涂骹学拼字。虽然教室是用竹啊、茶壳简单起来徛家，伫咧笔下，这个世界又搁有色彩。因将学校因的教材搭伫壁顶，这间厝突然间变甲家真活泼。我们如果在台湾有一个孩子，他1个月没有去上课，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群小孩在这1-2年的时间，可能就会落后他这辈子很难跟得上的进度。依照救助儿童会 Save the Children 的研究，较善的区域有80%的贫童到小学毕业的时，拢无法度读甲理解一个简单的故事，而疫情造成父母失业，甲远距离教学资源不足的情形下，境外地区700万到970万名儿童失学，甚至无法度搁转去学校上课啊。手机、电脑在台湾可以说是很常见的3C 产品，但是对菲律宾的贫困家庭来说，却不一定有这样子的设备。现在孩子要开学了，而且是要用远距的方式来教学，该怎么办呢？来看看菲律宾的开学实况。这场由台湾跟菲律宾的跨国视讯会议呢，其实就是为了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Yes, Mom. Yes, Mom. 为实施两观察，高年级的囡仔伫老师协助下，多数用伫厝内远距离教学，要不免不了会发生这款的状况。这个有可能上课上一半就变假。连续信号不稳定，影响学习以外，离岛死啊到这个岛的囡仔，无法度用视讯，因的开学是安尼。囡仔徛伫因家门口，听庄仔内放送唱国歌，上体育课。规个庄仔头变学校，透过放送，教囡仔讲爱上什么课。不是有这妇女行来行去去做事，囡仔就伫家己的厝内轮流用平板看教学、写作业。在这段期间，他的机会被剥夺得更高。他的父母会在这个社会中首先失去工作，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寻求协助。我们扮演代替他们发出声音，注意到有一群人，他需要被保障他们生存的权利。就算国境封锁，各地社工透过网络将当地消息传回台湾社福机构，这每一个人背后拢代表一个国家，善加囡仔声音。蒙古经济有点停摆，主要收入者已经没有工作。我们最近河内蒙古知名采购采买了1000份的物资。因受到越南、蒙古柬埔寨，还有来自非洲的求助，位于非洲南部的苏瓦蒂尼，欠水加上卫生的知识不足，疫情真紧伫善加自落摊开。他们很多人甚至连怎么戴口罩都不知道，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他们平常都没有饭吃的，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戴口罩。所以我们在那边，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做卫教。教在地人安怎用布做喙安替做简单的洗手站，搁用流行歌改编做洗手歌，一个传一个。I have a handle, I have a soap. 现在能做的就是强化这些国家它的社区的卫生所跟我们的联系，重新分配给这些卫生所，让他们去照顾这些比较弱势的家庭。Hi everyone, good morning. 视讯会议的另外一边是伫中亚的吉尔吉斯，较早是苏联的体制下上善的国家之一。当地社工传来的消息并不乐观。我们在提供物资的时候，你可以其实感觉到整个社会都有一种肃杀之气。在这过程中也有被警察拦下来，他们把唯一的桥梁，他们就用石块啊，反正可以用的东西就把它设入障，所以外面的人出不去，里面的人也进不来。我们就是绕过旁边的那个小河，然后开着我们的货车，然后穿过小河，然后进到村子里面去协助发放这些物资。入到封锁的庄仔头，行几分钟，真无简单，才拄到一个囡仔，伊无法度去读册。对老爸老母，逐工秘伫咧厝内，热天时出外趁钱的时机，叫因为疫情被封锁起来。目睭紧紧看寒人，都要到啊。冬天下雪，零下20几度是没有办法外出工作的，所以
他们通常都会在夏天的时候，很拼命的工作，为了要能够存一点钱，要度过这个寒冬。但是因为这个疫情来了之后，就受到的冲击就是没有工作机会，所以我们自己在评估这样子的需求，就是经济的需求啊，或者是生活上面的需求，可能会延续到明年的春天。罗斯当地吉尔吉斯大过年，伊捌伫个寒年时啊，看到有人伫边本所摊物件伫食。有囡仔旧日涂骹捡会使用的物件，今年经济状况比永年搁较歹，避风所的庄头要安怎度过这个寒冬？别人常常都问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去？我就说只要可以回去的时候，我就会尽快回去。然后他们都说可是很危险的，你敢飞吗？我说我会回去。Welcome back. Finally. 阮访问过一礼拜，罗斯都甲李主任坐飞机登去吉尔吉斯。我终于回到吉尔吉斯了。为什么我还戴着口罩、帽子跟眼镜？是因为现在我们正要去防疫旅馆，隔离14天，然后14天之后就可以正常的到办公室工作了。因离乡背井，登去封锁的国家，问因讲敢会惊 COVID-19 新冠病毒？会，当然会。也无想要让善食囡仔需求被听到，这是因的使命。